坦洲一手樓盤6,500單價，120平方總價78萬，80平方三房單位只需52萬，而且還係精裝修，首付10萬都唔使，嗱月供更加低至1900，比二手價格仲要低。嗱10分鐘到三武會員店奧園廣場，15分鐘到珠海環爾城成豐廣場華發商都，20分鐘到富華里九洲道摩爾廣場，30分鐘到港珠澳口岸。樓盤還有香港直通車，交門口上車，香港荃灣太子落車，無需換乘，輕鬆直達香港。而家我哋睇呢個咧就108平方做到4房2廳2衛嘅戶型喎，入嚟睇睇先。咁入嚟呢邊咧，咁佢就有一個鞋櫃。咁首先入到嚟呢邊咧，佢係一間房啦。咁佢呢個創意空間嚟嘅，即係你自己改變點樣都得。咁我哋測下佢個距離，佢個幾多？係啦，2米嘅長度。嗱，闊度咧我睇下先。2.875米嘅闊度嗱，所以其實你見到佢張床咧係靠近咗飄窗呢邊嘅，係啦，空間嚟講你係比較難做衣櫃啊，除非你唔做呢個寫字台，咁就改嚟做衣櫃。OK， 我哋再睇翻出嚟呢邊，呢個就廚房啦，一支型嘅廚房，空間係比較細啲嘅。咁過嚟呢邊咧就係一個飯廳啦，飯廳嘅位置其實去到翻呢幅牆呢度嘅，好勁啊嘛，去到翻呢幅牆呢度嘅。呢個就係一個飯廳位置，咁再過到嚟呢邊咧就係一個客廳啦。客廳嘅空間，客廳咧我哋測下佢，如果你話到沙發去到電視櫃嘅位置係幾多先？我哋可以測下嘅，可以從呢度測下。係啦，即係3.4米開間，差唔多到3.5米咯。空間算 OK 嘅，就係個飯廳會比較細啲啦。我再睇翻個陽台。陽台係比較長啲嘅，我見到我測下先。嗱，6.7米啊，嗱，超長嘅陽台，6.7米陽台。我再睇翻啲房先。咁呢邊咧有間房仔啦，呢邊咧你可以做間書房。書房我哋睇翻個長度幾多先。長度啊2.1米噶啦，2.17米，差唔多2.2米。我睇翻佢個闊度先。闊度就3.6米啦，咁你話做張床咧就係好勉強啦，老實講好勉強。再過到嚟呢邊，佢就有公用嘅衛生間、洗手台啦。我再睇翻另外一間房先，呢間咧就可以做間客房。客房我哋睇翻佢嘅距離幾多先，長度可以放幾大嚿床？2.7米嘅長度，闊度咧我睇下先。3.5米個闊度，張床咧其實就差唔多噶啦，可以再長啲，但係長啲咧你就冇翻呢個過渡嘅位置，可能要靠近去飄窗嗰邊，真係可能要靠近飄窗嗰邊。咁呢邊咧就可以做嗰個衣櫃啦，呢個位置做衣櫃冇問題嘅。我再睇翻主人房，主人房嘅空間係起身比較大啲嘅。我睇翻佢個長度幾多先？3.14米啊。闊度嘅話，因為佢要連近翻呢個衣櫃呢邊，我哋睇翻個闊度，去到窗台入邊幾多？4.5米嘅闊度，所以其實張床，跟住呢邊再做個衣櫃，做個衣櫃位置。我再睇翻佢個衛生間，呢邊有主人房嘅衛生間。如果我哋睇呢個89平方嘅3房2廳2衛嘅戶型喎，喺度嚟呢邊係做個鞋櫃嘅。
係呢邊就個客廳同埋飯廳連埋一齊嘅空間。咁你見到咧呢個飯廳咧，佢做個4人台嘅喎，空間比較細啲。呢個就廚房啦，L 型嘅廚房。出到嚟呢邊咧，佢有個生活陽台嘅喎，俾你晾衣服啦。呢個就係一個客廳啦，客廳嘅開間睇起身係比較靚仔嘅。我哋睇翻佢開間幾多先，3.1米嘅啫，係比較短啲嘅3.1米。老實講，3.5米都冇，係比較差啲嘅。咁如果你揀一個，咁你話好似佢而家有做埋電視嘅，咁坐喺度睇咧，你睇下空間，你覺得距離得唔得？感覺上咁睇起身咧都唔會太近，因為佢做埋電視櫃突咗出嚟嘅。我睇翻陽台，3.2米嘅陽台，3.2米嘅陽台。公用嘅衛生間，呢邊咧就做個書房啦。呢個書房咧可以任你改變，即係你唔做書房又得。呢個咧你係做個兒童房嘅啫。我睇翻佢個牆幾多先，2.664米，2.6個長度，闊度3.2米啊，即係差唔多3.3米啦。咁你見到張床都係靠緊飄窗嗰邊㗎。咁佢做個定製衣櫃有呢啲啦。咁呢啲就係定製衣櫃嚟嘅，即係你話係要放衣服咧就咁樣㗎啦。我呢邊係做埋一個寫字台，即係你可以將個寫字台切咗佢做衣櫃都得。我睇翻呢邊主人房，呢邊主人房嘅衛生間係另一個櫃。主人房，咁你見到佢衣櫃比較細啲嘅，我睇翻佢個長度幾多先，2.943米，2.9嘅長度，闊度3.6米個闊度嗱，所以個空間其實剩翻唔係好大好多㗎咋，係比較細啲。